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今日想為大家介紹一隻好有特色嘅機械潛水錶，就係海鷗嘅 Ocean Pro 系列 Ice Ring 冰翼鈦金屬，直徑43mm 嘅錶面，仲有300米嘅深潛功能，絕對稱得上係一隻專業嘅機械潛水錶。錶殼係用咗好輕盈又堅固嘅鈦合金，唔怕刮花之餘，戴上手又好舒適，好適合長時間佩戴。呢隻冰翼嘅設計靈感呢，係嚟自白茫茫嘅冰天雪地，所以錶面上面都做咗好特別嘅不規則冰塊形狀，再加埋佢呢個咁特別嘅夜光紋理，絕對係賣點之一。手錶係搭載咗自家嘅 ST2130 自動機械上鏈機芯，可以手上鏈或者自動上鏈，而每小時嘅震頻呢更高達28,800轉，走時準確無比。43mm 嘅直徑，厚度大約只有13.5mm， 防水深度更加有300米，啱晒一啲中意水上活動嘅錶迷。單向嘅旋轉計時錶圈呢係做咗橙色同埋藍色嘅配搭，錄時位亦都有個日曆顯示。隨錶亦都會附送多條原裝嘅白色錶帶。呢隻海鷗 Ice Ring 冰翼官網定價係6417蚊，咁我哋都有個超級嘅筍價俾錶迷，仲有原廠保用。有興趣錶迷呢，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時刻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